即馬詐騙的出頭是愈來愈濟，國內就有詐騙集團利用手機轉接的功能來接管民眾的號碼。安尼銀行卡來關心的是，就會是詐騙集團來直接。有民眾就安尼去互拐走口罩、信用卡等等的個資，2天就損失超過366萬。手機是錢311錢，再個卡電話號碼。卡來電話就變唔知影號碼，若是閣是美錢06錢，就會跳出 IMEI 碼，就親像手機的專屬身份證。若做佇號碼頭前閣是BB21會變做蝦米咧？就是也是隱藏嘛，不然就是變換號碼嘛。打井310再撥電話，好像就可以延長。米211米有聽過？這我也不知道。這個台碼就親像轉接功能，若是BB21搭配手機號碼，所有卡互你的電話攏會轉去迄組目標號碼。國內就有上班族，互人騙講是假檢警，交出建管戶信用卡號頂，閣互人要求設定轉接，2天互人投入260萬股票嘛，互人賣出變現金，總損失超過366萬。詐騙集團為了要突破銀行這樣的關懷的提醒，銀行只要打過去這個客戶的電話，其實就隨着就直接轉接到詐騙集團的那個人頭電話。詐欺犯罪佇台灣真濟，大量案件攏出來，互法院原來受影響。就連最高法院刑事總受案量為112年7700多件，去年大大增加到將近1萬件。其中詐欺案件為1300多件來到2900多件，大幅度增加的案量也互法官面臨真大的工作負擔。筆錄的轉譯啊，可以多使用各種科技設備，或是法官助理草擬判決書，也許也可以多幫法官的忙。面對法官這麼多的工作負擔，司法院回應已經有擬定真濟項簡化的做法，為簡化證據調查，擴大簡釋審判，裁判書製作簡化，擴大遠距離簡釋審理的方式，減輕司法的負擔。記者採訪報道。